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大家平安。即毛未少的大龄劳工，若讲到大龄劳工，要找头路是无法度真顺势，会因为你回收大去互弃嫌。也毋过嘛，对大龄劳工真友善的店家，新北市就有一间正特别的咖啡店。 来应征咖啡师，若是满55岁以上，就优先来录取。因为创办人认为，这个大龄员工就敢若是行动知识库，人生的经验非常的宝贵。这个咖啡店嘛开放给少年人会当事先注文来到这，甲长辈来请教，甲长辈来讲话。另外，伫这个家己，阁有一间早起工厂。 公司有超过一半人，拢是45岁以上的中高龄的员工，而且头家阁特别来推动着职务再设计，引进着辅助的工具，或者中高龄的员工总可更加生力。而这个老人有所用的时代，大龄劳工安怎来发挥着价值？企业阁安怎来打造着青年老人共赢的友善的职场呢？咱做伙来看。 增高你能够提供的知识啊，或者说在一些工作方面，让你少跑一点，可以达到一个兴趣方面工作。有给你机会，我们都不会去排斥啦，因为这个本身对我们也有帮助啊。 30号，请来16号柜台办理刀箱。活动到时啊，台北市网咖就业服务站等待叫货广播声一直弹，互民众毋茫找到介意的工课。63岁张美华即讲马来试运气。要办那个休息登记，有带身份证件吗？透视人第一摆来就业服务站，当机手电安安，看得出已经紧张。因为我看你没有留到电话。 目前是有室内电话，我没有申请电话了。那目前有室内电话吗？室内电话我没有啊。那手机呢？手机我也没有啊。少年时做过汽车业、电子机器，即马兼伫咧招保险，收入无稳定，一个月赚无够2万。张美华含电话费拢唔敢开，下当省就尽量省，唔过钱开完，后一顿要食啥？中低收入或是低收入，目前是没有这样。低收入那就是贫户啊。 对，目前有这样的身份资格吗？那是没有去办呐、重点就是无通啊，姐再来应征这个环保局，结果他没有缺嘛。辛苦规半世人，侪伙人想要搁找到一份稳定的头路，无简单。网咖就业服务站有经发咨询服务区，逐工找头路的民众平均有30-40个人，代表智慧的白头章，煞互因等啊等，嘛是等无工课。 毕竟还是上了年纪啊，那原则上还是比较有困难一点嘛。当然是希望就是就服处可以就是帮我们推广或是怎样，找一些就是比较合适我们这个年龄的工作。 活到老做到老似乎已经成为台湾必然的趋势。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所做的108年家庭收支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台湾所有家庭中，收入最高且负责家庭主要生计的经济户长是65岁以上的家庭呢，户数总数有193万5千户，比例是22.2%。我们再从历年数据来看，在103年时，户数只有157万6千户，显示这些年来高龄就业人口需求是逐年增加。面对这波职场银色海啸，政府准备好了吗？大概最近这10年来，从大概45到49岁的这个年龄层劳动参与开始往上走。越年轻的世代，他进入台湾的职场就业市场的时候，他的经济起飞的阶段已经结束了。再加上房地产价格又飙高，物价又上涨。 所以后来的年轻世代，他在年轻时候已经没办法累积财富了，所以他们就必须一直的工作。实际来看数据，和隔壁国家比，台湾的中高龄劳动参与率较低。根据劳动部108年所做的调查，咱台湾45岁到64岁中高龄劳动参与率是63.5%，比日本的83.6%和韩国的75.1%低。再来看欧美主要的国家。 英国、美国和法国拢有超过7成以上。学者烦恼，台湾侪伙人想要找到头路，恐惊无简单。日本跟韩国，他们之所以劳动参与那么高，就因为有老年贫穷的问题。如果政府目前没有有一些积极的作为的话，
我想那个现象是会复制在台湾的。转想啊，加工机器放真紧，噪耳的声音和空气敢若嘛感染到无言的气氛。对，这个有时候它会压线会，有时候会有误差，会有大小，所以也是要量一下。56岁江正祥走伫咧机台头前，眼神爱真赖，目睭溜过，袂当洗甲擦，细管的磨练，会的技术练甲真在。今年是伊住伫咧这间纸工厂的第30年。不熟练根本不会做的，很多像这种有的，这种比较复杂的啊，这种要比较有熟练、比较有经验的才有办法。这间伫咧家己的纸工厂，全公司有80个人，亲像江正祥大兄呢，超过45岁中高龄员工到41位，比例超过一半。伫咧遮会所不是问题，公司甲因的老经验是当作宝贝。出来的时候哈，先量纸的大小，看有没有正确，巧好搁开一张看卖啊，然后起起来哈，就开始对过。有时候他们不巧的要先给他叮咛一下，不然他们做错的，知道吗？不熟啦。 35岁单位长拄带尾来公司半年，有前辈豆豆看，可以唔免惊做唔对，有学定晓。出勤员工有丰富经验，别人则无法度来抢伊的饭碗。那怎么调整？怎样放纸？怎样的那些小技巧，他都没有教我，就会差的很多。如果你说光自己来的话，其实还蛮耗时间的。 岁数越来越大，身体嘛对咧变歹，和中高龄劳动力无法度和少年人比。不过有些业者推动职务佮设计，因为来辅助器、和科技来解决难题。我们以前曾经在搬纸浆腰部受伤，那现在确实省了很多麻烦。我们现在用精力准备在搬的话，确实省了很多麻烦。 为了打造中高龄优先做工会所在，政府嘛开大钱鼓励业者改善设备和条件，带人上济补助10万。亲像这个王永玲大兄，有年岁啊，暴露人目，公司就替伊换45寸的大荧幕，重要的产品寸尺袂个模糊，看袂清。但电脑荧幕已经从小的现在换成大概是接近20寸了，应该可以了。有差哈，有差。现在比较不会看错了，对不对？ 还是会比较少，还是会。就像有某个年代，我们正在推无障碍，那我们现在也要进入这种老年化的一个社会，企业主就去想一下，要怎么样能够去改善它的设备，能够比较亲近性一点。员工拢笑伊讲，无满55岁，袂当要来抢舞步。已经伫咧公司待38年，杨淑慧伫咧遮，伊的工课一直是真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是对电脑都是一张白纸这样子，我们完全不懂。有学习机会，我们都不会去排斥啦，因为这个本身对我们也有帮助啊。 说我们公司变成老中青，他们都能够有一个各有各的专长，然后彼此能够有个好的一个沟通跟默契，然后把他们的一个最大的价值去把它发挥出来。含社会人做为做事的理想，不是全部头家拢愿意请有年岁的人来做。近期行政院主计总处调查，45.85%中高龄4级的人讲，会所限制是因找头路上大的挑战。另外16.5%认为钱无济，16.02%是找无介意的工课。2020年12月，中高龄和高龄者的就业促进法正式实施。头一个目标就是袂当看轻社会人，配合稳定就业。 辅导失业的人，支持退休的人，过来找头路，含研发人才服务，希望有年岁的人买当轻松找到头路。以后我如果是一个求职者，我是超过45岁以上的求职者，我去应征工作，结果雇主不雇佣我，有这样的现象，我就可以说你因为你有年龄歧视，所以这时候雇主就要去举证说我没有年龄歧视。 觉得这基本上在反年龄歧视的这个部分，它是跨了一大步。其实中高龄他们有一个职场上的优势，他们是相对的具有比较成熟的专业技术以及沟通的能力那这其实对于这个台湾的劳动力来讲是还蛮重要的。
镜头来到新北市，咖啡师伫咧柜台头前无因试试。烧火火的咖啡，香味纯个好啉，这个咖啡师每一个拢真厉害。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喜欢上咖啡，而且每天都要喝它，而且到最后我会去烘焙它。伊是大家嘴咧讲的就是大的，过去开过旅行社，佮做20几年科技工程师，今麦挑战校长兼讲钟，做家老价钱和咖啡师退休的生活真精彩。当初你从职场离开的时候，到你已经失去被需要的感觉了。那在这里，你学了一技之长，然后利用这个技能，你还可以服务别人，被需要的感觉有找回来。另外，定找到头路的，还有这个马胜大，伊做财经业30几年，做过证券公司主管，来到这伊放头脑，定学新的物件。我在公司的时候，基本上做个主管，所以基本上，在工作的态度上面，跟工作的模式方面，跟现在这边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要调试的。这间是2018年开的咖啡厅，卖唔那是咖啡，创办人卢叶汉充满理想，锁定各行各业退休的主管，请一阵行动知识库来传送因宝贵的经验。找这一些中高阶主管退休之后，他们脑袋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经验嘛。那年轻世代轻盈这个世代里面，其实年轻世代也是需要非常多的这个咨询的服务哦。咖啡师徛一排，像这位超甲真秘书 Steven 大，今年66岁，捌伫咧家电公司服务30年，专长是定式设计。中这位气质优雅的 Doris， 过去捌伫咧医学集团做会计，伊的专长熬算数。徛伫咧伊边的是充满活力的 Grace， 捌做过运动门市经理，做13年，专长有行销和经营管理。打开轻盈的这个对话跟这个社会参与的部分，所以我们才特别的放在这边。那也就是说，他要怎么样聆听别人说话，跟他要怎么样去整理他的生命历程，然后转换成可以给对方的内容，这个就相对重要。店内有一项特别服务，若是伫咧网络顶预约，得当找因来传教功夫含经验，互少年人对伫咧前辈身躯边学新的知识。像咧泡咖啡开讲，促进青年跨世代学习。那张高宁能够提供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一些经验的，或许说在一些工作方面，让你少跑一点路，可以早点达到目标。人生后半场，上讲注定会失去竞争力。即马囡仔愈生愈少，老的老婆听的时代嘛渐渐对咧来。看到有年岁人想要找头路，是社会和企业爱面对课题。职务会当去调整，工作内容会当定设计，互中高龄的人都免惊找无头路。